咱拢知影讲，台湾的农产品是真出名，不过是无行袂出名，赶紧传改变，变出一个顶真的好名声。伫嘉义梅山乡的农会最近摕到嘉义县头一张全球农好农业规范产品的国际验证，这代表讲这的工作环境是真好，而且会当摕到这张牌，唔若看到因的工作材料，也要看讲因对待员工敢有优先，甚至敢有符合国际外销的水准。 接过证书，嘉义县农渔产品的业者，透过县政府的补助甲辅导，正式摕到国际认证，嘛代表嘉义县的农渔产品会当有机会外销。嘉义县目前大概累积到现在，大概有7家业者经过这个认证，因为透过整个一个验证，我们的产品才能够在国际上行销。 嘉义县是农业县市，为着要替农渔产业的产品变外销，传统的生产观念需要改变。 在地业者透过验证的申请，唔但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嘛替家己增加优势。现在各国食安法令日趋严苛，所以我们必须用国际的验证来与对方的国家做一个认证。达到这一些目标，表示什么？台湾的养殖业已经达到国际水平。那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拿去跟国外的其他竞争对手去比拼。对于国际外销，其实是一个入门票。 除了一般业者的申请，嘉义县阿里山地区的梅山乡农会嘛成功申请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的验证，包括地农满地时间、设备操作的安全、运送人员、产品的交通条件，拢符合国际标准。除了会当提升地农的工作条件甲环境，嘛后者的地增加中国以外外销通路。GrowCap 它是比较偏向友善我们的工作职场方面的一些管理，那对这一些我们的所有从业人员来讲，它是比较友善的。县政府表示，传统农业要爱转型，才会当保障农渔民的生活。外销国外农产品拢需要各种验证，这是一种基本的要求。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寡验证人员无法度入境台湾，县政府会利用这段时间继续合作有需要的产业，增加农产品外销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